外交部长吴钊燮证实，台湾有甲美国讨论加入核保护伞，主要就是要吓少数用核武器起诉的国家。网络流传一张美国五角大楼附近爆炸相片，美国政府讲可能是 AI 做的假相片，不过已经害美国6月。葡萄牙有一只狗仔要过31岁生日，等于已经是人类200几岁，至今是世界纪录上届长过寿的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美国是提供世界未少国家核保护伞，亲像日本、南韩、澳洲、北约等等，拢有伫咧名单内。其实这核保护伞是一个吓惊作用，甲想要起诉的国家讲，若是你动用核武器来拍这个国家，美国就有可能会出手反击。但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证实，台湾有甲美国讨论过要加入核保护伞。学者就认为讲，台湾已经有下传统武器的能力，若是加入核保护伞，就更较有安全保障。中共扩张核武，吴钊燮证实已经卡到台美核保护伞的议题。伊就是台湾遭受核武攻击，美方会当动用核武反制。李伟认为台湾战略清楚越来越明确，不过嘛要依据专业的共识。当美国思考把台湾纳入核保护伞，事实上也就间接的承认把台湾纳入在传统武力嚇阻的范围内。当共军武力犯台时，美国会动用传统武力来阻止这样的行为，包含总统跟这个外交部、国防部以及相关的国安单位以及团队，应该要就台湾人民总体的利益为最高的前提来做一个妥适的规划。美国评估，中共2035年有1500粒核子弹，造成严重威胁。核保护伞的概念就是冲突发生前，透过展现核武力量，必须对手唔敢动用核武。目前提供核保护伞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国，以美国带头保护的对象都是日韩、澳洲、纽西兰、甲北约。它除了所谓的陆基，还有所谓的这种潜舰，还有所谓的这种空射，基本上就陆海空这3种。那当然潜舰的话，最有名的就是它所谓的核潜舰上面的这个嚇阻的这个力量。美韩4月发表华盛顿宣言，捏造北韩发动攻击，美韩会协同作战，无排除使用核武。美国核作战舰也派驻南韩，是美国甲南韩核保护伞写清楚。另外，美国核动力舰舰尼米兹号甲日本伫G7峰会联合演训，也伫吓惊中国。学者表示，这拢是展现核保护伞的手段之一。将来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假如美国是要来介入所谓的台海军事冲突，核武绝对是中国可以最后手上最后的一张王牌。台美无正式外交军事同盟，苏志东认为这个时阵谈核保护伞可能也伤早。不过学者苏志芬分析，核保护伞是加强吓惊，台湾已经具备传统兵力武器的阻挡能力，未来纳入美方的合作架构，有助提升安全保障。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太平洋的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是签署一条新的安全协定，允准美军使用因的港口甲机场。咱来看这巴布亚纽几内亚的位置是伫咧这第2岛链的尾流遮。西港国际媒体发新社就报道，美国是为着阻止中国伫咧南太平洋这大扩大势力，而且这对甲中国的关系无介好的澳洲来讲嘛真有利。安尼中国就无法度伫因的这北边安尼来去去。也若是中国本人是出声表示讲，莫用合作的名义武人地因政治。美国伫太平洋岛国战略部署阁向前一步，国务卿布林肯甲巴布亚纽几内亚国部长达基日签署新安全协定，允准美军进入巴纽机场甲港口，两国的军队也阁会当上对方的船，做伙巡逻海峡。美国当时承诺提供巴纽4500万美金的资金，用来打击组织犯罪等用途。The agreement will also make it easy for PNG and U.S. forces to train together in new ways and in more places as part of our joint effort to uphold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Both sides have agreed that the agreement that we're signing today doesn't offend Papua New Guinea law, doesn't offend USA law, is mutually beneficial. 巴纽是伫澳洲北部，伫印太地区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法新社报道，北京加强甲巴纽的关系，是为了防范中国伫南太平洋扩大军事影响力，采取包抄关岛的战略，互协防台湾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去年甲巴布亚纽几内亚附近的国家所罗门群岛签署秘密安全协议，温总北京伫当地部署军队。针对美国甲巴纽的新协议，中国是个声明无反对，暗过卖变地缘政治。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以合作之名搞地缘政治博弈，同时我们也认为任何合作都不应当针对第三方。华府是讲协议内容以后会公布，绝对公开透明。巴纽是表示新协议未影响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关系。不过巴纽国内的舆论并无完全支持政府的讲法，部分大学生就批评协议和美军伫一寡关键的入境点有伤过侪自主权。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搁再升悬，专家是预测6月底可能会出现第2波疫情高峰，每礼拜可能会有6500人感染。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南韩、日本3国领袖伫咧G7峰会搁再确认合作关系。南韩的政府是表示要推动甲中国交流，所以讲这停办4年的韩、日、中3国领袖高峰会。今年可能会伫咧南韩举办。稍后是英国《Times》报道，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名下的公司去互华盛顿邮报亚航讲可能有诈欺的行为。Trump 的公司只甲华盛顿邮报告诽谤，要讨赔37亿外美金。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面册母公司 Meta 因为违反欧盟的各自的规范，去互罚13亿美金，这是好代票400亿。Meta 公司按算要阁上诉。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蒙大拿州顶礼拜签署法令，全面禁止 TikTok 抖音。那 TikTok 公司是要提告，讲这个新法令违反言论自由。南美洲的国家盖亚那有一个小镇，昨半暝竟然有一间中学的女子宿舍着火烧，造成19个学生死亡，而且怀疑竟然是有人调工放火。的大火看起来是真惊人，火灾发生伫南美洲北部的小国盖亚那的中部小镇马迪亚，是一个因为乌头糖的产业无地做，人口愈来愈少的小镇。发生大火的宿舍是当地一间中学的宿舍，因为大火发生伫半暝，真侪学生拢被护逃走，有14个人是当場就无命，另外5個人送病醫了不治。Currently, there are 17 patients at the hospital, 11 of which are stable. 盖亚那的总统阿里知影了后，遂赶去当地，下令军警消的人员全力善后，把需要进一步救治的人送去首都乔治敦的大病院。Today is a very sad day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It is a horrific day, a day we wish would never have occurred. 当地政府讲，因为天气的状况歹，互消防人员控制火势的工作真困难。警方初步调查嘛显示讲，宿舍有可能互人故意放火，但是案件阁需要进一步厘清。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非洲苏丹内战已经战过外月啊，顶礼拜六交战的双方是同意停战7天，不过好亲像是无人咧照片照行。这首都卡图姆同款是传出庆声甲爆炸的声音。苏丹爆发内乱超过1个月了后，交战双方伫美国甲沙烏地阿拉伯的協調之下，20總算伫沙國港口城市吉達簽署一項為期7天的停火協議，佮同意蘇丹時間22暗9點45分開始生效。We believe this was an important agreement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was signed by the two parties. It will allow the delivery and distribution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It will allow the restoration of essential services. The two parties are supposed to withdraw their forces from hospitals and essential public facilities. These are all important steps for the Sudanese people. 交戰的蘇丹武裝部隊甲 RSF 快速支援部隊，進前已經幾日擺停火佮開戰，但過美國甲沙國強調，協調協議無共的所在是由雙方共同簽署，佮伫國際監督機制之下出行。消息傳回蘇丹當地居民攏希望。这摆是真正停戰。تم ب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لفتح المواطن الإنسانية ووصول المساعدات للمستشفيات
والتحرك يعني بسلاسل المواطنين. ودايرين حكومتنا تتفق ونحن جعانين في رقبتنا وصغارنا ضاعوا وكبارنا ضاعوا وفي المويه ما نرى يعني.咁過外國媒體報道，到地天火協議生效無偌久，蘇丹首都卡圖姆佫傳出空襲槍聲甲爆炸聲。聯合國警告，若雙方無遵守，也無延長天火協議的拍算，蘇丹不安恐驚升級做種族衝突。當地為4月15爆發內亂交打，已經造成數千人死傷，超過8萬人無依無靠。公司新聞邱冠霖報道。土耳其一禮拜競選總統，不過無人摕到超過5成選票，所以講這禮拜是要擱投票到第2輪。第1輪的時陣排第3名的歐根，迄陣是呼籲伊的支持者把票改投予現任的埃爾多安。若是這個埃爾多安連任成功，伊就會執政超過20年。Seçimlerin ikinci turunda Cumhur İttifakı adayı Sayın Recep Tayyip Erdoğan'ı destekleyeceğimizi beyan ediyorum. Bize ilk turda 伫土耳其總統大選第1輪投票得到5.2%選票支持的 ATA 聯盟的候選人歐根，日伫安卡拉召開記者會，呼籲支持者伫禮拜第2輪投票，將票投予現任總統埃爾多安。執政20年的埃爾多安甲競爭對手基里達歐魯，第1輪得票率差距只有4.6%，政治立場偏向極右派反移民的歐根會倒向倒一邊，和某一寡人士解讀是影響勝負的關鍵勢力。也毋過也有政治分析師有無共的看法，指出歐根的政黨成立只有幾個月，支持者對兩大陣營多數攏無滿意。另外一方面 ，ATA 聯盟的其他小型政黨，像正義黨、勝利黨選後，也攏各自支持別人。政治色彩中間偏左，行世俗派路線，共和人民黨的基里達歐魯第1輪投票了後，開始轉向民族主義路線，一直批評埃爾多安的難民政策。佢強調，若當選會遣返難民，拜登甲庫德工人黨進行任何和平談判。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昨網絡是流傳一張相片，講是美國五角大樓附近爆炸。美國政府是隨出來講這無影，講可能是 AI 做的假相片。不過，這件代志是已經害美國落落。這陣 AI 技術愈來愈發達，相片真假假是真歹分，恐驚是不時影響到經濟社會，甚至是國家安全。畫面一個鏡頭邊仔出現烏煙燒起來，佇推特上有不少小號陸續分享這張相片，講是美國五角大樓附近發生爆炸，消息一出引起國際關注。當地消防局普遍回應，五角大樓附近無爆炸是意外。那美國國防部也出面澄清，也毋過這張疑似由 AI 生成的假相片，說予美國股票拔落波後來才個回升。會影響到我們對很多事情的判斷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比過去更重視查證圖像有沒有什麼破綻，不是一個權威的來源，只是社群上流傳的資訊，應該要先存疑。在這個事件進前，網絡上也會當看到一寡影像，像美國前總統川普訪逮捕，甲警方對立立角，也閣有俄羅斯總統普丁佇家頂畫面，攏是 AI 生成的假相片。那最近幾年，事件的生成式 AI 會當真簡單製作出像真的影像，這寡其實真歹分別的內容，所衍生的假信息傳播，可能會帶來經濟社會國安等各方面的隱憂。有心利用這樣子的事件來攻擊台灣的話，那麼合理的判斷是，它會搭配其他的威脅手段，對台進行外交打壓、軍事恫嚇跟經濟脅迫，同時搭配假錯訊息的攻勢，互相搭配的混合威脅，是台灣日後可能面臨的國家安全挑戰。專家認為，當民主社會若關係假信息的侵擾，民眾會當有一定的警戒心，安尼類似事件影響程度會降低。所以，台灣社會要強化民眾對資訊甲媒體的識讀能力，佮發展一定的反擊能力，才會當阻止對方採取同款的攻勢，降低類似的情況發生。記者綜合報道。咱頭拄則看到 AI 唔但有可能會造成一寡驚嚇，這陣是閣較有可能會取代人類的工作機會。親像頂一日，韓國就開發出一款 AI 的英文老師的系統，講是會曉解說文章，閣會曉校正學生的發音。這是讓人懷疑講 AI 未來嘛有可能會取代老師。不過有數學家是認為講，數學唔但愛計算，閣愛考驗理路，目前 AI 是做袂到這款。所以，這寡數學家是認為講 AI 應該暫時短期內無法度取代因。去年11月開始。
OpenAI ChatGPT、Google Bard 甲 Microsoft Bing 推出了 AI 开讲机器人，用途愈来愈多。毋但写论文、创作图文、影音，算效当然嘛无问题。真侪人感觉家己的专业受到威胁，老师嘛互点名是头一批互取代的头路之一。也毋过有数学家并无安尼想。So AI is not going to replace me in the short term because AI still can't reason. So the difficult, effortful thought that we do as mathematicians do every day, AI still cannot do very reliably. 几若世纪以来，计算工具一直在进步，按测量器具到贝洛兹高法计算机、奥德拉数值运算器等等，到现时先进的电子设备，拢有人在讲数学家会互机器取代，嘛确实取代了部分数学家的工课，比如精密的炮弹计算器取代军舰顶的数学家。不过现时数学应用的范围愈来愈宽，数学已经毋是过去迄种单纯的计算，现今的数学是需要运用逻辑的去解决各种问题。If I'm using a computer in traditional computational way, I know what it's doing, and so I can say, okay, if it tells me the answer is that, I know why. It's performed the following computation, so all the steps are followable. Whereas often in modern AI systems, you cannot put your finger on what exactly it's doing. No one can explain what ChatGPT is doing, how it generated an answer. 数学家讲，因还要逻辑甲推理，目前 AI 也无在调。因为 AI 挖苦数据，目前也无法度伫每一种状况拢做出正确的归纳。另外，对于 AI 强大佮未知的能力，虽然使人感觉欢喜，不过因认为需要好好讨论，要安怎运用佮规范，才袂颠倒危害人间。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狗仔的平均岁数差不多是10多年，不过科学家即阵是有一只狗仔宝贝已经是要31岁啊，算起来等于就是人类的200多岁。是全世界上长岁数的狗。若是讲到宝贝长岁数的秘密，伊的主人认为讲，甲伊生活伫咧平静的环境有关系。而且主人自伊出世就毋捌甲绑起来，拢互伊自由自在四界走。这个月底就是宝贝31岁生日，主人因规家口也是按算要甲伊好好庆祝。宝贝慢慢啊行出门，脚步无声在稳，伊是葡萄牙纯种5犬。伊伫凯纳斯庄脚生长将近31冬，寿命超过共种的狗200外，可比咱人类食到217岁。伊的年纪超过29岁的澳洲牧羊犬布鲁利，创下金氏世界纪录，成做全世界上长寿的狗。宝贝哪有通食遮尔久？主人讲和饮食生活有关系。O Bobby come aquilo que nós comemos, o que nós cozinhamos para nós, damos também ao Bobby. Ele não come comida processada. 宝贝的食物有马铃薯、红菜头、鱼，煮熟了无掺任何咸鲜。伊含厝内4只猫仔做伙食饭，食水拢和主人相像。伊逐工拢会去厝外走跳，从来毋捌别家狗练。转来厝的就和猫咪佚佗。定期来甲宝贝体检的兽医师讲，宝贝的生活方式真健康。Na parte do estilo de vida, o Bobby é grande exemplo porque não sofre com ansiedade e tem estilo de vida que todos os cães deveriam ter. Bobby 出世，主人 Costa 才8个，自细到大 ，Costa 的38冬的成长期，拢有 Bobby 陪伴。对伊来讲，食老的 Bobby 目睭歹，行路慢顿，那就家族在世唯一的长辈。Bobby 因为金氏世界纪录。变做当地的出名狗，不过伊要是继续得过伊和主人陪伴的日子。Faz os seus passeios, ainda come, tem muito apetite para comer, portanto brinca muito com os gatos que temos aqui em casa. Portanto, estou muito feliz. Acho que é cão que também está feliz e se ele está feliz, eu também estou. 公视新闻张秀芬编译。伫离南部的树林有一丛活5000几年的新木，人拢甲伊号做阿祖。伊是有机会当成做全世界上老树王。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边800公里外，阿尔塞克斯特罗国家公园结果边啊，一丛28公尺悬、直径超过4公尺的智利柏，已经伫遮超过5000年。当地人讲，这新木级的大树是阿祖，这体型真正是地球上上老的树。一丛树要活5000年并无简单。阿祖当过毁灭性的森林大火，甲人类过度错树啊，用来起厝造成的恶运。
Este árbol que está aquí hace 5.000 años creciendo es un sobreviviente. Es un sobreviviente porque estamos en un lugar muy especial, que es un barranco, ¿verdad? Una quebrada profunda. 已经过身的智利新闻保护员恩尼奎斯，1972年伫遮发现一丛树仔，就安尼一世人守护。李顺也继承这个使命，用电脑模型推测，有8成几率已经超过5000岁，甚至可能有5484岁。比即马上悬树龄保持者4800多岁，美国加州马斯萨拉松，加几啊百年。Árboles muy antiguos. Tienen genes, tienen unas historias muy especiales comparado con todos los otros árboles, porque son símbolos de resistencia, son símbolos. 大树的年份年轮较硬，济花的年份年轮较宽。大型火灾甲1960年强烈地动年份也看出来。智利当局对阿祖目前采取定期造访制度，把日期维持合约有关规格，唔通过互游客入受紧附近地面行踏。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西班牙甲级爬球联赛，皇家马德里队的前锋小维尼修斯，顶礼拜比赛说是去互对手的球迷骂，内容搁带种族歧视，所以讲这阵球团是决定要提告，讲这件事件是羞愤犯罪。 22岁皇马队前锋小维尼修斯，伫伊伫瓦伦西亚队主场比赛时，互对手支持者骂是高山仔，比赛要安尼中断。小维尼修斯最后犯规，互赶出场，皇马队也以1-0互拍败。皇马球团二日发声明，强烈谴责这件事件造成羞愤犯罪，佮提出刑事告诉。社群媒体打出的画面显示，比赛进前皇马队来到球场的时，数百名瓦伦西亚球迷现场大写手，维尼修斯是一只高山仔。 瓦伦西亚检方已经展开调查。小维尼修斯为5年前到西班牙踢球，就长期受到这类言论甲行为侮辱攻击。这摆比赛了后，伊打出强硬声明，讲世界联赛属于种族主义者。西班牙足协主席承认有这款的问题，那大多数民众也拢支持小维尼修斯，连巴西总统卢拉也出来相挺。 vergüenza lo que hicieron los hinchas del Valencia y me parece que la Liga debería de tomar algún tipo de decisión sobre algo para hacer que Vinicius se quede porque es un jugadorzazo y esto del racismo no puede ser. Que tenemos un problema en nuestro país de comportamiento, de educación. De racismo. A FIFA, que a Liga Espanhola, que a Liga de outros países tome sérias providências, porque nós não podemos permitir que o fascismo tome conta e o racismo dentro do estádio de futebol. 因为离的事件，瓦伦西亚至少有1名球迷被终身禁止进场看比赛。过去的2个赛季来，世界就针对小维尼修斯的种族歧视行为提出9件类似的正式投诉，也毋过大多数拢无消息。这摆事件引起众怒，结果深受注意。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